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亞孟。至於我只以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誇耀，因為藉着基督，世界於我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於世界也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與基督已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在肉身上帶着主耶穌的烙印，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至親愛的會祖聖方濟，藉着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聖傷，即刻在你身上活的烙印，我請求你幫助我獲得虔敬和獻身之神，對貧窮謙卑及克己的熱愛，對我的罪痛心疾首，身體與靈魂未染污的潔淨，對天主旨意的信服和恒心至死遵守的恩寵，請替我轉求，好使我能忠實奉行你聖善的會規，並恰當地活出我的聖召。真福的會祖，在我生命末刻來到時，請你與耶穌、瑪利亞和若瑟駕臨我的身旁，使我能聖善地去世，並能永遠加入你天上光榮子女的行列中。亞孟。真福會祖聖方濟，請為我們祈禱，使我們堪當承受基督的恩許。請大家祈禱。天主，你把真福聖方濟賜給我們作指引和導師，以追隨你唯一聖子的足印。求你恩賜我們這些在現世慶祝他紀念的人，能成為分享他來生光榮的夥伴。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各位平安美善，今日係聖方濟敬禮嘅最後一日，我會同大家分享方濟生命最後幾年所發生一啲重要嘅事情。喺1223至1226年間，即係方濟生命最後嘅3年，呢幾年係方濟最痛苦，但係又最滿全嘅時期。痛苦係因為佢嘅身體同埋心靈都承受住好大嘅傷痛，佢脆弱嘅身體進一步被病魔所折磨。除咗身體嘅傷，佢嘅兄弟亦都加添咗佢嘅苦。喺1224年嘅9月，方濟接受咗午傷，呢個係佢神修生命最重要嘅事件。方濟認午傷係一個外在嘅顯示，可以見到佢係長期而且唔尋常咁密集反省同埋效法被釘嘅基督。當我哋檢視方濟喺生命最後幾年同嗰啲佢最親近嘅人嘅關係嘅時候，會發現到方濟對佢哋嘅愛與日俱增。第一個係對方濟極仰慕嘅兩兄弟，曾經佢哋為咗修會嘅未來出現咗痛苦嘅分歧。後來方濟以一篇禱文同埋一個祝福，仲寫咗一封感人嘅信送俾兩兄弟，因此友情無退反增。第二個一定係佳蘭啦，佢哋兩者嘅意見從無分歧，彼此間嘅友情從未減退。我哋可以從方濟喺最後生命嘅時候寫俾佳蘭同埋佢嘅姊妹嘅信可以見到，佳蘭小心翼翼咁保存咗呢份文件，並將佢融入喺自己嘅會規之內。喺方濟病重期間，佢仲寫咗封信俾佢多年嘅好友雅高巴。呢封信嘅內容動人心弦，係邀請佢喺自己離世之前趕嚟話別。仲有一位就係伯爾納德，之前都提及過方濟對佢嘅特殊情誼，並以佢為兄弟嘅榜樣。方濟曾經宣稱佢自覺喺修會入面有責任愛戴
伯爾納德超過任何其他嘅兄弟。喺方濟死前3年，佢做咗一件事，係為所有喜愛方濟事物嘅人所熟悉嘅。呢件事就係佢喺格潮奧建立馬槽啦。對方濟嚟講，基督嘅誕生首先係一個貧窮同埋脆弱嘅奧秘，亦都係佢苦難嘅預示。聖誕嘅喜樂係基督徒嘅喜樂，係一種因為痛苦而產生嘅強烈喜樂。格潮奧同埋拉維納代表住方濟會神修嘅兩大支柱，即係基督嘅降生同埋死亡。喺1226年嘅10月3日，方濟即將要離世啦。由於方濟本身係出於貧窮同埋謙卑，所以佢希望完全赤裸咁去世。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咁樣做係為咗俾生活入邊嗰啲追求職位、特權同埋嚴格組織而放棄福音簡樸同埋自我棄絕嘅兄弟們樹立榜樣。方濟命人將佢放喺苦衣上，並且撒上灰土。佢咁樣做，或者係要譴責嗰啲已經準備好等佢去世後立即分贓，攞佢嘅聖髑出售嘅貪婪小人。方濟逝世之後，兄弟們將佢嘅遺體送返去亞西西。喺途中，佢哋停留咗喺聖達冕堂，讓佳蘭同埋佢嘅姊妹們能夠睇到方濟嘅最後一面。佢哋大聲痛哭，淚水就係佢哋友情嘅記號，亦都係佢哋忠貞嘅憑證。確實，呢一班貧窮女士由一開始就持守咗方濟為佢哋高舉嘅理想。喺1226年嘅10月3日，方濟即將要離世啦。由於方濟本身係出於貧窮同埋謙卑，所以佢希望完全赤裸咁去世。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咁樣做係為咗俾生活入邊嗰啲追求職位、特權同埋嚴格組織而放棄福音簡樸同埋自我棄絕嘅兄弟們樹立榜樣。方濟命人將佢放喺苦衣上，並且撒上灰土。佢咁樣做，或者係要譴責嗰啲已經準備好等佢去世後立即分贓，攞佢嘅聖髑出售嘅貪婪小人。方濟逝世之後，兄弟們將佢嘅遺體送返去亞西西。喺途中，佢哋停留咗喺聖達冕堂，讓佳蘭同埋佢嘅姊妹們能夠睇到方濟嘅最後一面。佢哋大聲痛哭，淚水就係佢哋友情嘅記號，亦都係佢哋忠貞嘅憑證。確實，呢一班貧窮女士由一開始就持守咗方濟為佢哋高舉嘅理想。最後，我哋都可以反省一下，方濟點解喺生命最後嘅時間，向佢特殊嘅兄弟姊妹們表達出平常更多嘅感情呢？為今日嘅我哋嚟講，方濟係咪仍然係我哋福音嘅靈感呢？在拉維納山上被印上5霜的聖方濟啊，世界看望你，這幅被釘耶穌的聖像畫，他需要你那顆向天主及他人開放的心，你那對光禿禿而傷痕累累的腳，你那雙在懇求中高舉且被刺穿的手，他渴望你那甚為脆弱，卻因福音得能而變得強而有力的聲音。聖方濟啊，
請幫助這年代的人了解罪的邪惡，而且在悔改中尋求淨化。請幫助他們從那壓迫今天社會的罪惡之根本結構中獲得自由，在那些政府官員的良知中重現國家間和民族間所急切需求的和平，在青少年身上傾注你生命的清新，使他們有能力抗拒許多致死的文化之羅網。聖方濟啊，為那些被各種邪惡所傷害的人，請教導他們有能力寬恕的喜樂。對所有因痛苦、飢餓和戰火而被折磨的人，請你為他們重開希望之門。阿們。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阿們。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阿們。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阿們。就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們。阿們。